過上嚟比賽之後，堅持出最後6個參賽者，就再次提出佢哋出嚟亮相，但就唔啱啱呢段提入去，就即刻請陶演唱會。陶源自中國，係顏色建藝營養豐富，被稱為天下第一果。我一直被作為幸福、美滿、喜慶同埋吉祥嘅象徵，而我呢一身可愛嘅粉紅色外貌，可以增進人嘅食慾，仲可以增進人嘅免疫力添。仲有中國神話裏面嘅王母娘娘，都係食我嚟到養顏嘅，多謝支持。哇！陶子妹妹你真係好可愛啊！呢跟住我哋請嚟另外一位你都未見到嗰種水果，你就聞到香味啦，嗰就係芒果小姐。好多人都以為我哋嘅原產地係來自菲律賓嘅，其實我哋嘅祖先係印度貓嚟㗎。後來因為印度嘅生物出外傳教嘅關係，佢哋將我哋嘅祖先帶到呂宋同埋泰國等地方開枝散葉，而我哋爸爸都係喺菲律賓嚟嘅，多謝大家支持。哇！芒果小姐，我真係想咬你一啖啊！跟住我哋請嚟另外一位睇嚟有翻咁上下嘅西瓜先生。我係一個好特製嘅水果，唔單止紅紅嘅果肉多汁清甜，而廣受歡迎。我嘅話可以製成你哋嘅賀年食品，瓜子，只要我嘅皮唔可以話毫無用處啊！將佢哋煲水日常飲用，可以清熱解渴，所以我屢屢愛對咁實用㗎，請投我西瓜一票。哇！西瓜先生你真係好有學問啊！跟住我哋請嚟另外一位睇人完全唔相同嘅蘋果少爺。我冇乜嘅體型，係咪又唔俾人蝦？但係食我就有好處，連3歲細路仔都知道，只要一蘋果，醫生遠離我，不論春夏秋冬送禮自用，揀我就最適合啦。多謝大家一直支持。哇！蘋果少爺你真係好有用啊！跟住我哋請嚟另外一位嬌顏嘅青菜女士，嗰位就係林子姐姐。小女，有一身紅寶石嘅外貌，就夠吸引啦。要本領實際，我可以製成柿餅、柿糕、柿乾、柿醋，都係中國著名嘅特產。而醫學臨床都證實咗我係清熱化腸、降壓止血嘅作用。對嗰啲高血壓同便秘嘅人都係好有幫助嘅，多謝支持。哇！林子姐姐你真係好 man 啊！跟住我哋請嚟最後一位，同西瓜先生一樣圓圓地，但係體型堅實好多啦。嗰位就係香橙弟弟。我哋香橙嘅部族散落於世界各地，而且成為當地最受歡迎嘅水果之一。而我就係金山山嚟嘅金山橙。多謝大家。呢個各位參賽者即場拉住之後，知道大家係咪已經選出自己心目中嘅果王果後呢？好啦，係時候睇下評判團嘅結果啦。哦，評判團話各位水果各具果王果後美譽，交託俾今天所有嘅候選水果。